形象如實質。一些演員的演技那麼爐火純青，會不會他其實正透過所扮演的角色去表達真正的自己？今早給鬧鐘收音機吵醒，衝耳而入的是一段宣傳聲帶，說某節目的男主持理性得來有些許傻氣，女主持則感性得來又有人情味。不知道這段宣傳是什麼人撰寫，大概不會是兩位節目主持，顯然是希望以人作為宣傳節目的焦點，所謂有 human touch。可是聽了這段宣傳聲帶之後，再聽那兩位主持人做節目，卻總覺得他們似乎有點刻意去符合聲帶所宣傳的個人形象，這使我聯想到人外表的形象與他內在的實質的關係。當我這樣比較形象與實質的時候，背後似乎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含義，就是一個人的形象如何，並不代表他的實質必定是怎樣。那些影星、歌星不是3頭2個月改換他們的新形象嗎？形象是不可靠的。但想深一層，形象跟實質卻又似乎不無關係。我不能想像那些形象設計師可以為關德興設計一個石堅的形象，為關正傑設計一個羅敏的形象，或者為徐小鳳設計一個梅艷芳的形象。每個形象的設計其實多少亦需要符合那個人的實質。一個成功的形象設計必須按其實質材料而塑造，選錯了形象就不但不能達到原先所期望的效果，往往更會連材料本身也弄壞了。有一次跟老中興談起用筆名的問題，他的見解相當具啟發性。他說有時用筆名是為了更方便表達自己，因為筆名就像一個面具，在他的掩護下，一些平時因種種理由而被壓抑下來的真心說話反而可以暢所欲言。當然有時用筆名是因為寫的東西太行貨，羞於用自己的真名字。演戲亦是同樣道理。一些演員的演技那麼爐火純青，會不會他其實正透過所扮演的角色去表達真正的自己？這樣說來，形象、角色甚至面具就不但沒有將一個人包藏起來，反而將一些較少曝光的真面目表現出來。或許形象並不如我們想象中的假。事實上，我們的形象往往塑造着我們的實質。我們的真我不斷被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所改造，甚至影響着我們內心的至深處。當然，穿起龍袍並不能使人質的變成太子，但皇帝穿龍袍、法官穿黑袍、警察穿制服，亦不是沒有原因的。據云拿破崙會說穿什麼制服，他就變成什麼人。若不過分簡化地去理解這句說話，那他倒反映出一點真理。我有一位朋友，自小性格柔弱，缺乏自信，看過不少心理輔導員。有一次，我提議他去參加健身班，幾個月後，他不但身體強壯紮實了，更變得較活發開朗、平易近人。有時外在亦塑造內在。令我感到最不自然的，有時反倒是那些太過刻意要去表現真我的人，他們所真正追求的，說穿了，其實亦不過是一個理想的健康形象。我感到不自然的，並不是那形象或角色本身，而是我察覺到形象與實質、角色與真我之間的距離和不協調，那種人工化和造作的味道。故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逃避一切的形象，放棄一切的角色，尤其在大眾傳媒爆炸的今天，你怎擺脫得了？而是嘗試、自覺及有選擇地將它們歸屬於自己的實質及真我。我們必須轉向一個全新的進路，不再挖空心思去分析自己那個動作或那句說話是受了外在世界的影響，因為就像剝洋蔥一樣，當層層外殼被剝掉之後，我們會發現連洋蔥本身亦不知所蹤。我們不能妄想逃離這個世界，反倒透過轉向面對世界，面對我們的鄰舍，面對上帝，並在其中尋回自己的實質和真我。我們必須勇敢地迎上，主動地去塑造自己的性格，使諸般的形象、角色誠實地忠於我們真正的信念，以致他們可以表達及顯示出我們真正的自己。